来，佑嘉，老师好。这首歌叫足歹唱的。你为聪明的人开始，我说听无你的声，我开始讲，爱是袂记你落歌吗？敢若小可丢毒是无？还是安那？毋是，你是豆豆咧唱，对吧？是毋是豆豆唱？嘿，一直唱到开始，哇，遐拢无断开，遐个规段的呢。你这个真的就是功力了，真正有够。你真正是足有天分的一个囡仔，可是到了 B 段的以后也是一样，你们都出的问题都一样。为何对我这样心胸手热？几啊遍、4遍，你赶快一直赶拍，因为你拢最想要表现那个感情的，这就是恁表现感情的方式，伤过赶紧啊！恁甲大人无共，恁安尼唱并无特别唔对啊，但是可以更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更好的把拍子都打准了哈，脚踩着拍子啊哈，或是身体有点晃动啊，互你拍子对着这个歌词，安尼会稳。谢谢老师。两个都唱得非常好，而且我觉得这2首歌都是非常大人的歌。然后那个佑嘉，老师好。我一听你要唱《心狠手辣》，我串起来，我在想，我很难想象曾佑嘉乖乖的站在台上唱完一首歌这样，对，那结果你竟然还是可以的。哦，那这个歌很难唱哦，这个歌前面很低，对不对？对。后面很高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我觉得不错啦，我觉得你们2位今天这个歌都表现得很好。谢谢老师。